愛心牧師嚟為我哋傳道。親愛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親愛兄弟姊妹平安。我哋網上的朋友，大家平安。咱是攏是上帝朋友，大家平安。尤其是喺呢段時間，我哋真係需要平安。喺這個時陣吼，咱真正需要平安。今日我要講嘅信息就係耶穌嘅復活，就係成就咗救恩。因為上帝互咱嘅救恩，咱得到平安。我哋一齊嚟祈禱。咱來祈禱。親愛的主，我哋多謝你。親愛的主，我感謝你。多謝你為我哋而死。感謝你為阮人來死。我哋要將呢個信息交在你嘅手中。阮將今日嘅信息交喺你嘅手中。求主幫助我哋。求主來幫助阮人。明白你嘅救恩嘅大能。好，阮會明白你救恩嘅大能。打開我哋嘅心。打開阮人嘅心。領受你嘅話語。好，阮人會領受你嘅話語。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Amen。今日我哋講係耶穌受難節。今日是耶穌受難節。每一個人都知道喺全世界今日都同一日慶祝呢個耶穌為我哋受苦嘅日子。今日世間每一個所在也在思念耶穌嘅受難。所以我哋睇到呢個就係我哋紀念主耶穌為我哋受苦嘅日子。這就是咱來思念耶穌為咱受苦成就了救恩嘅日子。雖然呢一個係一個好哀傷嘅日子，雖然這個是悲傷嘅日子，但係呢個日子卻帶俾全人類帶嚟真真正正嘅平安。但是這個日子讓世間人得到真正嘅平安，亦俾全人類帶嚟永恆的盼望。啊，讓咱得到永遠嘅盼望。我哋睇到耶穌點解要嚟到呢個世上呢？咱來看，安怎耶穌要來這個世間呢？主耶穌點解要為我哋釘喺十字架呢？耶穌安怎要為咱釘死喺十字架頂呢？因為我哋知道冇一個人可以靠住自己嘅行為嚟得救。因為咱知影，咱靠咱家己嘅行為，咱袂通得到救恩。聖經好清楚話，呢個世界上冇一個係義人。聖經甲咱講，世間無一個義人。義人即係講冇一個係好人啊。就是講世間無一個好人。所以我哋知道我哋唔可以靠任何嘅方法嚟拯救我哋自己。因為咱袂通用家己嘅方法嚟拯救家己。所以耶穌要為我哋世人死喺十字架上。所以耶穌要為咱死喺十字架頂。受難節你可以想象到耶穌心裏邊嘅掙扎。佇受難嘅時陣，咱會通來思想吼耶穌心內嘅艱苦，甚至去面對即將面對嘅苦難嘅時候，當伊面對這個苦難嘅時陣，但係耶穌卻謙卑咁樣順服天父嘅旨意。雖然真苦難，但是伊謙卑，伊順服了天父嘅旨意。我哋喺聖經睇到當時耶穌喺十字架上。咱看聖經嘅記載，咱知影耶穌佇十字架頂。其實耶穌係一個冇罪嘅人。其實耶穌是一個無罪嘅人。係因為嗰啲宗教師對佢嘅嫉妒，即係呷醋啊。因為宗教師就是迄個教會嘅人，怨妒伊，覺得佢點解行咁多神蹟呢？耶穌行了真多嘅神蹟，又覺得佢點解講自己係神呢？耶穌又講到伊是神嘅囝，甚至講佢自己係神嘅仔喎。伊是上帝嘅囝，伊也是神。所以人就笑佢啦。所以遐人就笑伊。所以佢哋諗盡辦法，伊人就想了真多嘅方法，嚟將一個無須有嘅罪名釘在喺耶穌嘅身上。將這個無需要嘅罪名放佇耶穌嘅身軀頂，互伊會通釘死。佢哋甘願放在一個殺人犯。因人願意放一個殺人有罪嘅人自由，但係卻夾硬要耶穌釘十字架。因人就是要將耶穌釘死喺十字架。當我哋喺度睇到耶穌為咗愛嚟到呢個世上，咱看到耶穌是因為愛來到世間。耶穌係因為咗犧牲佢嘅性命嚟救贖我哋嚟到呢個世上。耶穌是為着
要拯救咱而嚟到世間捨去伊嘅性命。當時佢釘喺十字架嘅上邊嘅時候，當伊釘喺十字架頂嘅時陣，嗰啲兵丁就笑佢啦，遐係兵攏總笑伊。話你講你係王啊，遐係兵講，你講你是王，你講你係上帝嘅兒子啊，你講你是上帝嘅囝，你落嚟啦。你會通落來啊！但係耶穌喺嗰度好痛苦。耶穌喺十字架頂真痛苦。你可唔可以想象你釘喺一個十字架度離開咗地面好高嘅時候，你有點嘅感受呢？咱通想看，一個人釘喺十字架頂，離這對面安尼高，有偌痛苦。當時嗰啲世人為耶穌預備咗一個充滿咗荊棘刺嘅冠冕，戴在耶穌嘅頭上。遐係兵用刺皮做了一個王帽嗬，戴喺耶穌嘅頭殼頂。你可以諗下，你有時俾針拮到都好痛啊！咱互針插到，咱就覺痛。但係呢個荊棘呢，就係好多刺嘅，就係戴喺耶穌嘅頭上，拮住耶穌嘅頭。這個刺皮所做嘅冠冕，戴喺耶穌嘅頭殼頂，咱會通想到是偌痛。但係耶穌默默咁樣承受咗一切。但是耶穌點點都是安尼受了安尼多嘅苦。主耶穌佢甘願捨去天上嘅榮華。耶穌願意放下伊天頂嘅榮耀。主耶穌願意背上世人所有嘅罪惡。耶穌伊自願背負世間人嘅罪惡。冇任何人逼佢，冇人逼伊，係佢甘心情願為世人而死。是伊甘心樂意為主來做。我哋睇到喺呢一段入邊咧，呢段經文入邊，約翰福音第19章入邊。喺約翰福音第19章迄度，我哋睇到嗰個當官嘅叫彼拉多，迄陣做官嘅是彼拉多，佢將耶穌鞭打了。伊將耶穌鞭拍了。點解要打耶穌呢？咪就安怎伊人要拍伊呢？因為要平息眾怒啊！因為伊人要遐個人受氣，所以彼拉多鞭耶穌要來平息伊人嘅受氣。彼拉多就係為咗令猶太人滿意啊，等佢哋高興啊。伊就是即王做互人歡喜嘅代志。另外呢，彼拉多為咗保住自己個飯碗啊，伊個為了家己嘅飯碗，梗係冇官做啦。伊驚伊嘅飯碗拍破無官做。所以我哋睇到喺成件事入邊，約翰福音第19章第4節講，彼拉多又叫出嚟對眾人說：我帶佢出嚟見你們，叫你們知道我查不出佢有任何嘅罪來。喺約翰福音19章第4節記載講，彼拉多佫出來甲眾人講：我帶伊出來見你人，叫你人知影，我查袂出伊有啥物罪來。我相信呢個彼拉多嘅官係好清楚咩事發生嘅。我知影彼拉多真清楚啥物代志發生，但係佢身不由己啊！但是伊冇變，伊無變。所以約翰福音第19章6節，祭司長同差役見到佢就拉住佢講：釘佢十字架，釘佢十字架。彼拉多說：你哋自己將佢釘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佢有任何嘅罪來。喺約翰福音19章第6節記載講，這市長甲遐兵看到伊就大聲講：釘伊的十字架，釘伊的十字架。彼拉多講：你人家己將伊釘十字架吧，我查袂出伊有啥物罪來。所以由兩段經文，我哋好清楚睇到呢個聖經記載係，甚至個官都查不出耶穌有任何嘅罪。對啲兩節聖經節，咱知影彼拉多即個官查袂出耶穌有啥物罪，但係佢哋卻要將耶穌釘喺十字架上。但是猶太人要將耶穌釘死喺十字架頂，因為主耶穌行咗好多神蹟，因為耶穌行了真濟神力，佢醫治咗好多病人，伊醫好真濟病人，甚至喺安息日做醫治嘅工作，甚至啲安息日伊也做醫治嘅工作，所以佢引起嗰啲法利賽人對佢嘅嫉妒。所以法利賽人對伊真怨妒。耶穌被判嘅強調嘅係
當時呢個羅馬嘅法律呢係非常之嚴嘅，其實。迄陣嘅羅馬嘅法律是真嚴嘅，所以羅馬當一個官講佢冇罪，其實佢係冇罪嘅。當一個官講這個人無罪，這個人是無罪嘅。但係因為驚人嘅緣故，彼拉多唔敢出聲。但是彼拉多因為驚遐證人，所以伊唔敢出聲。佢雖然講兩次講，我發現原來佢係冇罪嘅。雖然有2擺伊宣告耶穌是無罪嘅，佢話我查唔出佢有任何嘅罪。伊講我查袂出耶穌有甚物罪。但是嗰陣時候，佢哋卻用全世界最慘嘅刑罰，就係羅馬對待嗰啲眾犯啊！但是伊人用羅馬迄陣第強嘅即個刑罰來刑罰伊。呢種懲罰咧係專門對付嗰啲強盜，對住嗰啲殺人放火嘅人啊！即個刑罰是要對待遐殺人放火強盜大罪嘅人啊！所以如果係羅馬公民咧，就唔會受咁嘅懲罰嘅。但是羅馬公民是未受這款嘅刑罰。所以約翰福音第19章第7節，猶太人回答說：我們有律法，按那律法佢係該死嘅，因佢以自己為神的兒子。彼拉多聽見這話，越發害怕。佇約翰福音19章第7節，猶太人回答伊講：阮人有律法，按照律法，伊是應該死嘅，因為伊家己講伊是神嘅囝。彼拉多聽到這個話，伊就真驚。所以彼拉多3次講耶穌係冇罪嘅。彼拉多3擺宣告耶穌是無罪。彼拉多但係驚自己殺錯咗人啊！彼拉多也驚家己殺死無罪嘅人。所以，但係佢最驚係咩呢？就係自己冇咗嗰個官位。但是伊更較驚什麼呢？伊更較驚伊失去家己嘅權力。佢驚我失去嗰個權力啊！伊驚伊失去伊嘅官嘅權力。我哋講緊掉咗個烏紗帽啊！就是冇官做。冇官做。所以我哋睇到猶太人終於透露咗實情，耶穌唔係犯咗叛國罪。猶太人講了這真實嘅情形，伊人講耶穌毋是犯了叛亂嘅罪，而係犯咗對佢哋猶太人律法嘅罪嘅解釋。耶穌是犯了伊人對律法嘅解釋嘅罪。所以佢哋以為咁樣拒絕耶穌咧，就可以保護自己嘅律法嘅尊嚴啊！伊人安尼拒絕耶穌，會通保護伊人對律法嘅尊嚴。但係佢唔諗到主耶穌嚟嘅時候，就係滿足律法嘅需要。無想到主耶穌來，就是用伊嘅死來滿足律法嘅需要。我講一個好簡單嘅比喻。我講一個真簡單嘅比喻。我哋個個人都知道唔得講大話啦，係咪？咱知影咱袂使講白賊話。啊！但係我哋周不時都有講大話。但是每一個人有時愛講白賊話。無意之中就講多大話。有時無意間就是無特別吼，無挑剔要來講白賊。啊！咁係咪犯咗律法咧？是唔是犯了這個律法咧？係。是，因為我哋講冇一個人可以達到神嘅標準。因為冇一個人會通達到神嘅標準。罪嘅意思即係講打唔中個目標。迄罪就是講咱拍袂到即個中心。所以我哋知道人係冇辦法做到十全十美嘅。人是袂通十全十美嘅。所以我哋繼續睇落嚟，我哋知道第約翰福音第19章第10節，彼拉多講啦。你唔對我說話咩？佢講，你唔知我有權柄釋放你嗎？我有權柄將你釘十字架嗎？第約翰福音19章第10節，彼拉多對耶穌講：你無對我講話嗎？你唔知影我有權柄來投放你，也有權柄將你釘死喺十字架頂嗎？所以喺度，彼拉多自己都講啊。彼拉多家己有講。佢話我係有權柄釋放你嘅喎。
我是有權投綁你嘅，但我亦有權定你嘅罪喎。我也有權嚟定你嘅罪。比拉多，但係佢最嬲尾，佢都冇使用佢嘅權柄嚟幫助耶穌。但是彼拉多到最後也冇用家己嘅權嚟幫助耶穌。但係比拉多有一晚，佢同佢嘅夫人瞓覺嘅時候，迄暝伊家嘅太太在困嘅時陣，佢嘅夫人就突然間驚醒啦。伊嘅太太驚就醒起來，佢就同佢個老公比拉多講：甲伊嘅先生彼拉多講：哎呀，我覺得呢個人好，我諗到佢，我自己嘅心都好唔平安啊！伊講我想到耶穌，我家己心內也無平安。你最後你最好咧就好好地咁處理呢件事啦。你都要好好嘅處理這件事。但係我哋睇到比拉多聽到佢老婆咁講，佢都幾想放耶穌噶喎。彼拉多聽到伊太太安尼講，伊心內有想要投綁耶穌。所以約翰福音第19章12節佢就講啦：從此比拉多想要釋放耶穌。伫約翰福音19章12節記載講，對迄陣彼拉多有想要投綁，就是放耶穌自由。無賴猶太人嗌住講：你如果釋放呢個人呢，你就唔係該撒嘅忠誠啦。佢以為自己係王，如果咁樣呢，你就背叛咗我哋嘅王該撒啦。但是猶太人大聲甲彼拉多講：你也是投綁這個人，你就唔是該撒嘅中心嘅城嘅官。所以比拉多內心好多顧慮啊！所以彼拉多嘅心內有真多嘅掙扎。佢又怕得罪個王喎，伊佫驚得罪了該撒這個王，又驚錯殺無辜。伊也驚害了無罪嘅人。所以你諗下，佢其實唔知點做啊！所以伊唔知影要安怎做。好多時候我哋知道想同做係兩件事。真侪時陣，咱想甲咱做是無相嘅。有時我哋有好多想法，咱有真侪嘅想法，但我哋卻冇行動。但是咱無願意。我哋講呢個係叫做空想啊！這是空空嘅想。識想下啫，想下都唔俾咩？我梗係曉想啦，想念啊。所以有想法，但係你願意付諸行動嘅時候，咱若是想了，咱願意去做，我哋實現咗我哋嘅理想啦。咱就真正會通做出咱嘅理想。譬如我哋每一個人都好愛耶穌，比如咱每一個人攏愛耶穌，我哋都希望為耶穌做更多嘅事。咱攏願意為耶穌來服侍。但我哋好多時候係想啊，但是真侪時陣，咱是想，我哋唔好再想啦，快啲行動啊！咱想還是無做，就是空空嘅想。冇得把口喺度講啊！咱唔是干那用嘴講呢。所以當我哋有想法嘅時候，當我哋去做嘅時候，我哋就實行咗上帝對我哋生命中嘅美好旨意。咱唔單單想，咱想了過去做，咱才會成就上帝予咱生命中嘅旨意。所以我哋繼續睇落嚟，約翰福音第19章14節。咱過來看約翰福音第19章14節。那日是預備逾越節嘅日子，約有5鐘，亦彼拉多對猶太人說：看啊，這是你們的王。15節，他們嗌着說：除掉去，除掉去，將佢釘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說：我可以將你哋嘅王釘喺十字架咩？祭司長講：除咗去，除咗該撒，我哋冇其他嘅王。約翰福音19章14節講：迄日是準備有月罪嘅日子，在中晝嘅時陣，彼拉多甲猶太人講：看，這是你人嘅王。因人就大聲講：堵起伊，堵起伊，釘死伊在十字架頂。彼拉多就講：我會通將你嘅王釘在十字架嗎？彼拉多喺度強調咗2次講你哋嘅王。彼拉多2擺講：耶穌是你人嘅王。但係嗰啲群眾講唔係，該撒先係我哋嘅王。但是猶太人卻講：耶穌唔是我哋嘅王，該撒則是我哋嘅王。第二樣我哋就講到耶穌神嘅兒子為我哋受苦難。咱過來看耶穌嘅囝為咱受苦難，就係喺19章17節嘅3到34節。
就是第19章第17到34節。我哋睇到彼拉多到嬲尾冇辦法啦，彼拉多到最後冇辦法，佢就將耶穌交俾嗰啲猶太人，等佢哋將耶穌釘喺十字架上。彼拉多將耶穌交喺猶太人嘅手中，予伊人釘耶穌死喺十字架。但耶穌清楚佢點解要釘十字架。但是耶穌真清楚，伊安怎要將伊嘅性命寫喺十字架頂。因為佢知道佢要背負世人所有嘅罪，因為耶穌知影，伊要背負世間人嘅罪，所以佢甘心情願釘喺十字架上邊。所以願意犧牲家己嘅性命，予人釘死喺十字架頂。佢唔顧旁邊嘅人點樣笑佢，伊無管邊仔嘅人安怎笑伊，人哋點樣取笑佢、侮辱佢，無論人安怎笑伊、安怎侮辱伊，佢默默咁樣承受。伊恬恬無出聲嘅領受迄個苦，冇人可以做到，無人做會到。但係耶穌基督佢就願意。但是耶穌基督伊願意，佢係一個沉默的羔羊。伊是獻上家己做咱嘅羔羊。約翰福音19章19節，佢講到彼拉多又用一個牌子寫了一個名號，安在十字架上，寫的就係猶太人嘅王拿撒勒人耶穌。約翰福音第19章第19節，彼拉多佫用這個牌寫了一個名，按佇十字架頂寫着嘅就是猶太人嘅王拿撒勒人耶穌。呢個官彼拉多係好清楚，彼拉多這個官真清楚，佢知道耶穌係一個王，伊知影耶穌是王，但係佢唔明白呢個王嘅意思。但是伊無明白這個王嘅意思。耶穌深深知道佢呢個王唔係喺呢個羅馬嘅世界統治呢個世界。耶穌知影，這個王唔是要互羅馬來控制這個世界。佢唔係取代該撒做王啊！伊唔是要拄起該撒家己來做王，而係佢係講係人民心中嘅王啊！伊是人心內嘅王。所以我哋知道耶穌所做嘅一切，耶穌所做嘅一切，佢願意做，伊願意做，甘心情願咁做，伊甘心樂意嘅來做。今日我哋呢，今日咱呢係值得我哋反思嘅。咱都愛來思想。有時我哋做咗，我哋都好多埋怨啊！但有時咱做，但是咱唔係慣。但係我哋求神赦免，咱求主來赦免，憐憫我哋好多嘅軟弱。憐憫咱人嘅軟弱。我哋真係好愛主，雖然咱心內咱講咱愛主，我哋更需要主俾我哋更多嘅力量。咱更較需要上帝給咱嘅力量。第3點，我就講到義人為耶穌埋葬。第3點，我要講嘅是義人為耶穌來埋葬，就喺約翰福音第19章38到42節，就是啲約翰福音第19章38到42節。我哋睇到耶穌釘喺十字架嘅時候，咱看到耶穌釘喺十字架頂嘅時陣，嗰啲兵分咗佢件衫，迄個兵夾了伊嘅衫分做4份。佢哋嘅衫係有外袍，有內衣嘅，係好多件衫嘅。迄陣人穿嘅衫有外衫有內衫，連耶穌嘅衫佢哋都剝晒啊！是迄個兵甚至將耶穌嘅衫夾來分了。正如舊約聖經所記載嘅，就是應驗了舊約聖經所記載。聖經上嘅話講，佢哋分了我的外衣，為我嘅內衣嚟沾污。兵丁果然做咗呢件事啦。詩篇22章18節有記載講，伊人分了我的外衫，為我的內衫來燒錢。迄個兵既然安尼做了，所以耶穌釘十字架上所有嘅情形，都其實喺舊約聖經已經講到出好明顯噶啦。所以耶穌釘十字架這個事件，佇舊約已經記載甲真清楚。喺以賽亞書去講到
耶穌係一個默默嘅羔羊。以賽亞書甲咱講，耶穌是咱上帝準備嘅羔羊，佢為世人嘅罪死而犧牲佢自己。伊為咗世間人嘅罪來犧牲伊家己。佢所受嘅鞭傷，我哋得到醫治。伊受嘅鞭傷，互咱得到醫治。我哋一睇到嗰啲兵丁喺耶穌身上不斷咁樣喺未釘十字架之前鞭打佢。咱看到耶穌還未釘十字架以前，兵丁用鞭來鞭拍耶穌。耶穌喺十字架上所受嘅鞭傷，就頂今日信佢嘅人得到醫治。阿們。耶穌迄陣受嘅鞭傷，互咱即陣會通因為伊嘅鞭傷得到醫治。阿們。我哋睇到喺看繼續落嚟睇約翰福音19章38節。咱過來看約翰福音第19章38節。佢講亞利亞馬太人嘅約翰是耶穌的門徒，只因怕猶太人，就暗暗做門徒，佢嚟求耶穌講，要將佢嚟求彼拉多講，要將耶穌嘅身體領去。彼拉多准許，佢就把耶穌的身體領去了。39節，又有尼哥底母，就係先前夜來嚟見耶穌的，帶着沒藥同沉香，約有100斤前來。喺約翰福音第19章38節，亞利馬太人約瑟是耶穌嘅門徒，因為驚猶太人就暗暗嘅做門徒，伊來求彼拉多講，伊要將耶穌嘅身體領去，彼拉多就應允伊，伊就將耶穌嘅身體領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前一暝去見耶穌嘅，帶着即個沒藥加即個沉香，有100斤來到迄度。因為第二日就係逾越節，因為第二日是逾越節，佢哋唔可以將耶穌就係咁樣抌在嗰度過夜。伊人袂通將耶穌嘅屍體放佇迄度過暝，所以佢哋匆匆忙忙將耶穌掟咗死罪。所以伊人迄一日就將耶穌釘死喺十字架頂，甚至佢哋釘咗幾個鐘頭。你可以諗下，耶穌死喺十字架上幾個鐘頭喎，釘喺十字架上，兩隻手咁樣釘住，隻腳摸唔到地，淨係喺個十字架上邊吊住，身體係下垂嘅。耶穌釘喺十字架頂，伊嘅兩手互釘着，伊嘅骹也有釘，即個伊嘅骹離開地有偌懸，有偌艱苦，伊踮十字架頂有偌濟嘅時間，攏咧受苦。當時耶穌係非常之痛苦。迄陣耶穌喺十字架頂是非常嘅艱苦。我哋相信大家有睇咗嗰出嗰出影片叫做《Passion of Christ》。有一個電影戲叫做《Passion of Christ》，嗰度形容咗耶穌點樣受嗰啲世人嘅鞭打。佇即個電影，咱會通看到耶穌安怎受到鞭拍，點樣上十字架上，甚至伊人安怎釘伊的十字架。哇！我相信好多人睇咗都真係，我講真係心入邊好大好大嘅感觸。真侪人看了，心中有真大嘅感觸。呢位無罪嘅耶穌，一個無罪嘅耶穌，卻願意為咗世人嘅罪，卻願為了世間人嘅罪，死喺十字架上，死喺十字架頂，承受咗所有世人嘅罪，背喺佢嘅身上。伊背負了世間人嘅罪佇伊身軀頂。佢本來唔使咁做噶，伊本來唔免安尼款做嘅，但係佢知道佢嚟到呢個世上嘅目的就係要拯救世人。因為知影伊來世間嘅目的就是要拯救世間人。因為人類冇辦法自救，因為人袂通救家己，所以耶穌必須為我哋釘喺十字架上。所以耶穌為了愛釘死喺十字架頂。耶穌為咗愛而嚟，耶穌為了愛來世間，為咗人類面對將來嘅審判，
為着人面對將來嘅審判，因為我哋每一個人犯罪得罪咗上帝，虧欠咗神嘅榮耀，因為咱得罪了神，咱虧欠了上帝嘅榮耀。所以人類犯罪，人類嘅罪，頂我哋必須滅亡啊！因為人犯了罪，人必須滅亡。約翰福音講，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聖經甲人講，神愛世間人，甚至將伊嘅獨生子賜予伊人，叫一切信伊嘅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羅馬書5章1節去講，我哋既應信稱義，就借着我哋主耶穌得以與神和好啊！羅馬書第5章第1節甲人講，咱人因為相信，咱人稱義，咱接受咱人嘅主耶穌基督甲神和好。耶穌為咗愛嚟到呢個世上，耶穌為了愛來到這個世間，主耶穌為咗愛犧牲佢自己嘅生命不唔顧惜。耶穌為着愛，伊捨去家己嘅性命。重要嘅就係等人類可以借咗信耶穌，能夠翻嗰位創造宇宙萬物我哋嘅神面前。就是咱借着耶穌，咱會通嗰一擺來到創造天地萬物嘅神嘅面前，成為人與人之間嘅中保。耶穌正做人甲人之間嘅中保。中保即係講擔保人啊，中保就是擔保人，即係講我欠咗債，佢同我還晒啲債啊。就是咱欠了嘅罪債，耶穌為咱還了。佢願意為全人類為咗使啲全人類可以脫了咗嗰個罪惡同個死亡。耶穌讓人脫離了罪惡甲死亡，等我哋不再活在罪中啊！讓咱唔免擱佇罪嘅中間，等我哋喺罪入邊得到完全咁樣釋放，讓咱對罪中得到逃亡。等我哋喺罪入邊完全得到自由，讓咱佇罪內中會通得到自由。等我哋嘅罪得到赦免，讓咱嘅罪得到赦免。等我哋能夠真正認識嗰座創造天地萬物嘅神。讓咱真正會通來明白創造天地萬物嘅神安怎愛咱人。等我哋能夠同神和好啊！讓咱會通甲上帝甲神和好。因為我哋人類犯罪與神嘅關係已經斷絕咗，因為咱嘅罪，咱甲神、咱嘅上帝嘅關係已經脫離了。但係因着耶穌基督，但是因為耶穌基督，佢為我哋嘅死，伊為咱來死，付上咗沉重嘅代價，伊為咱嘅罪受了真大嘅代價。今日我哋每一個人聽到呢個信息，今日咱每一個人聽到這個信息，耶穌為咗每一個人而死，耶穌為咗咱每一個人來死，唔單單淨係為咗我哋基督徒，唔單單為咗咱基督徒，佢甚至為咗每一位未信耶穌嘅人。耶穌是為每一個甚至遐未信伊嘅人來死。所以今日我哋睇到，今日咱來看，全世界有千千萬萬嘅基督徒，喺世界有千千萬萬嘅基督徒，我哋都為咗耶穌而活。伊人也是為耶穌來活。第四點，我哋講你為耶穌做咗乜嘢呢？第四點，咱要來思想嘅就是你為耶穌做了什麼呢？亞利馬太呢個約翰，去為約瑟啊，去為耶穌冒險求情啊，約瑟為耶穌來求情，就係攞佢嘅屍體翻嚟，等佢好好地落葬啊。就是伊向比勒多買耶穌嘅身體，伊為耶穌來安葬。另外一個就係佢唔顧自己嘅生命安全啊，伊無驚家己性命嘅安全。因為如果佢話呢個我愛你嘅身體嘅時候，嗰啲官可以講你係佢嘅同黨，你都一樣要死嘅喎。因為伊去領耶穌嘅身體，遐人會講你是耶穌嘅門徒，伊也會受到人嘅也是被死啦嗬。伊那也是要互伊死。所以我哋睇到呢個約瑟咧就唔驚，完全唔將生命放在眼前啦，就死咁講噶。
所以咱看到約瑟無驚家己性命得到困難，得到逼迫。今日我哋有冇一個必死嘅心呢？咱是毋是有即款唔驚死嘅心啊！無驚死嘅態度來服侍呢？另外一個尼哥底母，佢奉獻咗100斤嘅沒藥同埋沉香。尼哥底母伊奉獻了100斤嘅沒藥甲沉香。另外佢仲奉獻咗最珍貴佢嘅財物啊！伊也奉獻了家己真寶貴嘅財物。喺當時嘅世代，嗰啲沒藥同沉香咧就係好貴好貴嘅。伫迄陣100斤嘅沒藥甲沉香是真貴嘅。即係差唔多佢嘅家產咁多就是伊嘅家業。但係我哋講，但是咱來看，我哋呢啲人，佢哋願，我哋睇到聖經上所記載嘅人，願意為耶穌嚟犧牲。咱看到伊人為耶穌來犧牲。我哋今日諗下，我哋願意為耶穌嚟犧牲乜嘢呢？咱也都來思想，咱願意為耶穌犧牲什麼呢？我哋願意為耶穌而去犧牲我哋嘅時間嗎？咱願意為耶穌來犧牲咱嘅時間嗎？我哋願意為耶穌嚟犧牲我哋嘅金錢嗎？你願意為愛耶穌來犧牲家己嘅金錢嗎？你願意為愛耶穌奉獻你自己嗎？你願意因為愛耶穌來奉獻家己嗎？你甚至願意為耶穌嚟奉獻你嘅生命嗎？你願意來愛耶穌來奉獻？喺約翰福音12章26節，喺約翰福音12章26節，聖經講：越有人服侍我，就當跟從我。我在那裏，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裏。有人跟從我，我父必尊重佢。若是有人服侍我，就來跟對我。我佇倒落服侍我嘅人，也要佇倒落。若是有人服侍我，我嘅爸也要尊重伊。我哋願意為咗愛耶穌而專心跟從佢。咱願意為愛耶穌來專心跟對主嗎？我哋願意為愛耶穌，我哋嚟專心嚟服侍佢。咱願意為愛耶穌來專心來服侍伊嗎？我哋因愛耶穌，我哋願意作出好大嘅犧牲。咱願意因為愛耶穌做出這個犧牲嗎？今日其實大家都唔可以聚會啦嚇。咱即陣無通佇教會來聚會，但係我哋呢度有好多弟兄姊妹犧牲佢哋嘅時間嚟呢度幫我哋錄影。但是真濟兄弟姊妹犧牲了因仔嘅時間來錄即個講道，係因為喺呢段時間我哋需要彼此咁樣鼓勵。因為佇即陣咱都愛彼此嘅鼓勵，我哋需要主俾我哋更大嘅力量。咱都愛準備更較多嘅力量，因為我哋前邊唔知道將來會點，因為咱毋知頭前嘅日子是安怎款。但係我哋求主俾我哋一個心，求主互咱有即個心，一個願意受苦嘅心，一個願意受苦嘅心，唔係淨係喺平安安舒嘅日子，毋是干那要安樂嘅生活，而係要做一個剛強嘅門徒。乃是咱要求要做剛強嘅門徒。尤其是家陣全世界嘅人都面對一個病毒，一個新型冠狀病毒嘅威脅。因為即陣世間咱面對了即個新嘅病毒，所以我哋唔知我哋嘅日子點樣。所以咱毋知影咱頭前嘅日子是安怎款。每一個人，我相信嗰啲未信主嘅人，佢哋嘅生命係好驚慌啊！真濟無信主嘅人，因仔嘅性命是佇活佇驚嚇中間。但係我哋信主嘅人講，我哋信咗耶穌，心入邊有平安。但是咱知影，咱信耶穌，咱心內有平安。我哋是否將我哋心入邊嘅平安同嗰啲冇平安嘅人嚟分享呢？咱是毋是願意將咱嘅平安來分享互遐無平安嘅人？其實唔係好艱難，毋是真困難。求主幫助我哋。求主幫助咱。我哋唔願意求能力相等嘅工作，要求與工作能力相等嘅能力。咱毋是要求能力來咱做會到嘅工作嚟，咱能力做會到嘅工作。咱毋是要求咱做會到嘅工作，咱是要求甲咱嘅工作平等嘅能力。我哋講
求主加添我哋，等我哋日子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啊！因為上帝講，咱嘅日子安怎款，咱嘅力量係安怎款。尤其是在人生嘅苦難當中，在人生嘅苦難中，我哋更多能經歷神嘅恩典。咱更加會經歷上帝嘅恩典。在安樂嘅日子，我哋可能都哎呀，得閒就嚟聚會，唔得閒就嚟聚唔嚟啦。咁樣想嚟就嚟，唔想嚟就唔嚟啦。喺安樂嘅時陣，有時咱要來，有時咱無愛來。但係今日你想嚟聚會都唔得嚟啦。但是今日你愛來本無通來。所以我講，我哋真係要珍惜每一次我哋可以聚會嘅時間，可以能夠敬拜神嘅時間。所以咱就愛有通來嘅時陣，咱都愛來。在安樂同埋我哋舒適嘅環境入邊，神可能都唔帶領，唔可以帶領我哋前進，因為我哋好舒服啦。喺咱安樂嘅時陣，上帝可能袂通帶咱人向前，因為咱真舒服。舒服，咱要坐咧享但係受。在苦難入邊，我哋特別講，我哋需要更多神嘅恩典。喺苦難中，咱會通講，咱更較需要上帝嘅恩典。所以詩篇119:71節講：我受苦係與我有益，為要我使我學習你嘅律例。喺詩篇119篇第71節講：我受苦是對我有利益，為着要互我學習你嘅律法。所以喺呢段時間，我鼓勵我哋嘅教育弟兄姊妹。即陣我要鼓勵兄弟姊妹，喺呢段時間多多讀聖經。即個時陣，咱都愛多來讀聖經。我哋多多要親近神。咱用更較多時間來親近神。我喺我嘅教會啱啱喺呢個朝早早日，我講咗我哋預備耶穌基督嘅再嚟。今日早起，我哋我家己嘅教會講了一篇道，就是咱要等候主閣再來，預備自己，咱要準備咱家己。耶穌基督再嚟，耶穌閣要再來，你準備好未呢？你準備好未？我哋弟兄姊妹，兄弟姊妹，我哋求主幫助我哋，咱求主來幫助咱，等我哋睇到我哋喺呢個時代入邊，互咱看到咱佇即個時代，我哋要為主嚟發光，咱要為主來發光，我哋要同人哋分享我哋生命中嘅平安。咱要甲人分享咱心內中嘅平安。早一個禮拜之前，頂一禮拜，我同我嘅教會講，我哋有耶穌就有平安，阿們。我甲我教會兄弟姊妹講，咱有耶穌，咱就有平安。因為耶穌佢將個平安賜給咗我哋，因為耶穌互咱心內有平安，唔係世界嘅環境影響我哋，咱唔免互世界嘅環境來影響咱，而係我哋心入邊嘅平安帶領我哋經歷一切。咱有上帝互咱心內有平安，也會通帶領咱頭前嘅路。好多人好中意逃避付出代價。真侪人無願意付出代價，我哋需要主幫助我哋，咱求主來幫助咱，克服呢個我哋心入邊嘅掙扎。互咱會通克服咱心內嘅掙扎。好似耶穌佢甘願付上去最沉重嘅代價，就係死亡。親像耶穌，伊願意來受即個真大嘅苦，就是要釘死喺十字架頂。佢清楚咁樣知道苦難係一條走向榮耀嘅唯一嘅路。伊知影，伊受了即個苦，會通得到榮耀。呢條通向偉大嘅呢條偉大榮耀得救嘅路，係為每一個人而預備嘅。因為這條路是為世間人來準備嘅。我哋要自己去經歷，咱都愛家己來經歷。我哋要自己去認識呢位耶穌，咱都愛來明白這個耶穌。等我哋一齊祈禱。咱來祈禱。親愛嘅主，我哋多謝你。親愛的主，感謝你。今日我哋聽到你嘅話語，今日有人聽到你嘅話語。我哋知道耶穌你為我嘅罪，阮知影耶穌你為着阮人嘅罪，為我哋世人所有嘅罪釘喺十字架上，為着世間人嘅罪，你釘死喺十字架頂。你願意犧牲咗你嘅性命，你願意犧牲家己嘅性命，就係救贖我哋在呢個世界嘅罪人，就是要來救贖世間人。你知道我哋冇辦法自救，你知影世間人無通救家己，我哋不能靠行善嚟得救，
咱袂通靠家己嘅行為來得救，我哋不能做任何嘅功德嚟得救。咱袂通用咱嘅功德來得到拯我哋救。甚至唔可以講我係一個好人而得救，咱袂通講咱是好人會通得到救，就係因為耶穌，咱只有因為耶穌，你願意為我哋每一個人犧牲，你願意為每一個人來犧牲，為我哋預備咗一條永恆嘅路，你予人準備了一個永遠嘅路，就係我哋嘅天家。就是咱嘅天家。耶穌講係天上為我哋預備咗一個家。耶穌講，伊佇天頂為咱準備了這個家。當我哋面對呢個世界嘅挑戰嘅時候，予人面對這個世間嘅挑戰嘅時陣，我哋深深咁樣知道耶穌你就係我哋嘅避難所，阮深深會知影，主你是阮人嘅避難所，你係我哋嘅盼望，你是阮人嘅願望，你係我哋嘅力量。你是阮人嘅力量。最重要嘅就係你係我哋心入邊嘅平安。甚至你是阮人心中嘅平安。我哋耶穌不但只死喺十字架上，耶穌唔但死喺十字架頂，但係3日後佢從死入邊復活了。 3日後伊對死來復活。我哋求主幫助我哋，求主幫助阮人，預備我哋嘅心，準備阮人嘅心，在復活節入邊，佇復活節迄陣，我哋領受你賜俾我哋嘅救恩，阮人領受了你賞賜予阮人嘅救恩，為世上每一個人預備嘅救恩，你為世間每一個人所準備嘅救恩，亦頂我哋嘅心入邊，互阮人嘅心內，知道前邊嘅路我哋點樣服侍你，知影頭前嘅路，阮人要安怎來服侍你，我哋點樣嚟擺上我哋自己嘅生命。咱要安怎擺上家己嘅性命，正如耶穌你點樣為我哋而犧牲一樣，親像耶穌為阮人犧牲安尼款。我哋求主賜給我哋力量，求主賞賜予阮人力量，等我哋面對目前艱難嘅環境，予阮人會面對目前艱苦嘅日子。我哋亦然充滿咗信心，阮人充滿了信心，我哋充滿咗盼望，阮人充滿了願望。因為喺耶穌基督入邊永遠都係有盼望嘅。阿因們。為佇主耶穌內底，阮人永遠有願望。因為耶穌就係全人類嘅盼望，因為耶穌就是全世間人嘅願望。因為生命在於佢，因為生命在於你，復活亦在於佢。國活也在於你。感謝我哋嘅主耶穌，感謝主耶穌，為我哋成就所有一切。好，為着阮人成就了一切。我哋多謝我哋嘅主，阮人感謝阮人嘅上帝，多謝主，感謝主，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奉耶穌嘅名祈禱。阿們，阿門，阿們。阿門。